咱三个来祈祷，求主你的圣神引带我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互阮会当知影，婚姻毋但是神圣，婚姻嘛是双人伫上帝面头前的立约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知影台湾人对婚姻拢真注重是缘分，对不对？好，缘分。讲婚姻是天注定，毋是媒人报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？姻缘天注定，所以台湾人要入迄个新娘要入门户的时，就啥也缘分，讲人未到，缘先到，对不对？啊，袂使讲破假话，有人当破假讲，关点仔加，叫做无缘啦，袂使讲这个，啊也缘分，对不对？啊，新娘呢，就爱啥？坐好食，较会得人疼。啊，佮大伊啊啥？大伊满面就是前哭金，后哭银，安了解无？啊，佮坐好食，佮会迄落。啊，所以咧讲介侪迄个吉祥话，真好听话，对不对？譬如讲，即个新娘要入房的时阵，爱用迄子孙桶，你知子孙桶啥物啊？子孙桶就是油桶啊。啊，用子孙桶内底滴啥？地真侪叫做啥物物件？叫做嫁妆啦。子孙桶也悬悬，生后生中状元；子孙桶也起起，前花园后果子。拢用迄个吉祥话。台湾的四句人啊，足多吼。即我伫台湾的俗语我会来讲，吼啊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台湾的俗语班，即非广告。啊，但是咧，圣经的教示吼，对婚姻实在是真正水，但是呢，通常牧者吼。拢总无咧注意迄个婚姻的誓约啦。你问啥人拢袂记住啊，连牧师嘛背袂开，真正袂背袂开。啊，誓约拢袂记住啊，无咧注意，也无解说誓约的意思，煞全含人夜香对白啦。啊，就安尼行，啊，毋知意思。今仔日特别来讲到，我顶礼拜讲到婚姻的神圣，所以袂使行奸淫。今仔日讲到婚姻是人甲上帝。佮伫正面头前誓约的，所以袂使行改变。来，咱来读这个问答来。基督教的婚礼的誓约是啥物？是讲咧吼，譬如讲我陈克峰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愿意娶你陈建业做某。我真严肃，答你应允，无论是境遇好歹。健康软弱，富贵丧凶，成功失败，我拢要意爱你、接纳你、尊重你、疼惜你、祝福你、安慰你，全部伫你，直到死亡将咱分开。这是这个誓约，誓约拢总有7个内容，佮有4种的境遇，咱人生所拄着的境遇拢有啊。啊，这7种的内容吼，就是讲翁仔某互相相听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后来，咱再来复习者，咱顶礼拜讲到基督教的婚姻真特殊。第一，就是咱有基督做咱的模范，基督做咱的典范，伫咱头前行，咱都对伊的骹步来行。吼，我顶礼拜有讲到，像阮老爸行气质俩，啊，对我对后壁行就稳当。吼，第二项就是讲，咱有圣神。伫咱的心内，圣神修属咱血力，啊若无吼，咱7种拢该艰苦，咱的人性拢不知自私啦，不知顾家己啦，吼啊不知自义啦，感觉我家己好，别人歹啦，吼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无法度，这7种拢行袂出来，就是圣神。所以咱就讲咧，以弗所书第5章讲到，互圣神充满的生活，第一项是伫教会的敬拜。第2项就是夫妻生活，第3项就是亲子甲爸仔囝、母仔囝这生活。到尾也是咱伫职业上，咱这个做头家甲做新郎啊，甲同事的生活。所以这个爱圣神来做工。所以牧师若咧啦婚姻咧祈祷时，拢讲到啥？讲求相属连稳的上帝。咱都无注意牧师咧祈祷，台语嘛安尼，相属连稳的上帝。婚姻是要靠圣神、圣灵的恩典，啊，若无行袂落去，那亲像啥呢？你车要驶，
你嘛爱知影路草，对不对？啊，唔知影路里面怎使？啊，耶稣基督就是做咱模范，就是咱路草啦，吼，方向啦，GPS 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要驶嘛爱有油呢。你车愈大台，这朋友面子不是啊？那个面来去，我千个两袂掉。吼，啊，无油啦，无油吼，伫到我无油的是偌惨呢。你唔知全家7、8个都塞都袂行，5、6个塞袂行。我讲你这个车吼，一去3、4回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我来讲你一去2、3里啦，啊，抛锚4、5次啊，对不对？迄个咧，到尾8、9、10人推，塞都袂行，就是啥无油啦。啊，我安尼硬无油，你无油我倒，所以爱有方向，对不对？知影路草，啊嘛爱有啥？爱有汽油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就是讲，啊，伊一个有汽油，有路草，伊唔使咧，你我倒，对不对？你咱牵牛到水边，敢咱叫牛食水？无可能啦。所以讲，我愿意。这足特殊的，对不对？我愿意。我看咱高雄吼，有一个人吼，一个查囡仔，我16岁尔，高一尔就参加世界比赛迄个羽毛球，对不对？迄戴资颖啊，伊15岁时吼，高中毕业，但老爸讲，我不爱拍球啦，有够忝的啦，拢无朋友，无亲，我拢是讲唔爱拍球。爸爸讲，哦，你不爱拍，唔要紧，不爱拍，啊，你要创啥？讲伊要创啥？我嘛唔知要创啥。唔知无紧啊，在你啊，爱转吼2个月哦，暑假2个月拢不爱拍球，哇！逐日算啊，偌欢喜的，每队拢会使。因爸爸我拢尊重伊。啊，2个月了的是讲，我无拍球吼，唔知要创啥呢？车个搭袂落。我把倒来，我要拍球啊！因爸爸讲好啊，你要转去拍球，随时欢迎你。就是伊家己愿意的啦，伊家己愿意的，伊捌做过道兵啦，但是伊愿意的。所以我感觉圣经内底讲到这是爱自愿的。啊，所以婚礼内底由天主教上重要。天主教当然，新郎新娘就捌就问讲：你两个是用自愿的？新郎一定爱问呢，你是自愿的还是用逼的？我无法度，阮爸母叫我。啊，话讲无法度，我奉主之名，主是耶稣基督，唔是啦，不多的主啦。哈哈哈哈！现在无法度，无法度啊，无安怎？哦，果不其3种的，果不其中，哈，不得不啦。啊，为台湾的牧师讲不得不。所以台湾人讲果不其中啊！啊，所以是2个啊来，咱过来讲，今仔要讲到这个时阵，这个谢约真特殊哦。基督教的谢约哦，是啥？双方面的。啊，咱台湾哦，咱谢约就是这2个新妇着在道理，晚起，困着早起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大厅切刀，刀骹洗碗池，入手房做针子。对吧？学老兄、学老弟、学老亲家亲嘛到假死，也要烦恼天未光，也要烦恼鸭无卵，也要烦恼小姐要娶无温床，小姑要嫁无嫁妆，见讲拢总负责人唔对，了解无？拢无咧讲哦，做人的啥？丈夫着知道理哦，你着早起困，着晚起，靠到是道病，所以拢无啦，拢讲查某的，拢唔是双方面的，安对不对？连经济，我顶下讲过啊，迄经济嘛单方面的，啊，拢总做查某人去了，啊，所以查某人可怜啊，你查某人的韭菜命，啊，你查某人你着时常怪，啊，着啥嘛啊，讲这个话，所以对查某人是足看袂起，足艰苦的。啊，我搁连续生2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是伫这汉人的社会，搁伫基督教的社会，哦，我看到哇，我这个生这个查囝要怎？啊，这啊，所以咧，咱爱知影婚礼方面是。我某米人伫上天当中，我见证人，我要娶你，啊，我要嫁你，是双方面的啦，唔是单方面的啦。我会记得一摆吼，咱靠有一个姊妹都安排伫啥呢？高雄的图书馆580人来听迄个婚姻的问题、甲亲子的问题，偌出名的，含我做伙是迄个高一的迄个精神科的主任，甲高师大的校长，阮3个在做 penetration。讲到尾的时阵，忽然间一个负责人咧问题啦，Q&A 的时阵啊，伊别开讲，陈牧师，你看嘛叫阮翁来啦，你看咱在座580个查甫请举手，结果无50个，啊讲我婚姻是干那阮查某人的，哈，啊嫁囝是阮查某人的，啊是安怎你敢嘛叫你人？我讲我也无多，你人我也唔捌啦，意思就讲吼，大家所以。拢家庭的责任、婚姻的责任，体互查某人啦。
对不对？啊，我道你这个娶着你这个歹某，哦，较惨三代无学，老四代无地过。我讲这话无？哎呦，你这家道明体扫帚，这规个家庭看，拢讲着查某歹，唔捌讲着查甫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个若未死呢，未死拢叫查某去检查嘛，靠，叫查甫的，对不对？啊对，啊一个太太讲我未死，你讲你我，啊无啊，咱来外口找一个，看谁会死。啊，这无爱，啊，这所以台湾这个单方面真艰苦，啊，所以咧，圣经的教示是双方面，唔单见双方面哦，搁伫正见证人的面头前，甲上帝面头前，各自，所以这各自啊，结婚啦，对不对？你敢知我屏东人，阮屏东有一个叫做倪斌，我听过无？嚯，这个唱迄个一处相思一寸泪。拢一寸的，对哇，迄一寸的。台湾有一个无米人，我莫讲人啊，含一个歌星啊，含伊来台动机，啊，当时迄个呢，台湾的活粉呢，活粉呢，迄是够海，啊，动机了是3、4千万，迄20几年前啊，拢来用了，哎讲咱两个研究啊，对不对？研究啊，啊钱好拼了，是讲啊是咧。缘尽了啦！啊，这缘起缘灭嘛，缘起缘灭，啊，这无缘啊啦！啊，即摆迄查某一个有一个来讲，哦，那缘尽情未了，啊，咁要催人，所以咧，皇帝面头前立志，讲我要安尼行，安了解吼？毋是我无多啊，我就想要和你做伙啊，都无缘啊，啊，外口有缘啊，啊，这毋对。所以是伫上帝甲迄个好，咱来看这7项吼，真简单，我讲者。第一项就是啥？我欢喜你，我意爱你，我感觉所有的我有一个七句啊。第一句就讲啥？咱和人起造关系的第一句，就是你有意爱无？了解无？你对一个人哦，看袂起，啊，真厌恶伊。请问迄人会真欢喜讲，哦，我要你做朋友，够可能，伊要来利用你。所以咧，有个人含因囝袂好势，就是因囝若入来，伊就用目睭白人来看伊，啊，就结果呢，啊，就目头用咧，啊，有看到因某就，嚯，足明显诶。好一个人在含因某大细声，啊，忽然间接个电话来，啊，老师你好，我看着叫我要昏倒落去啊！伊个朴素论文的记者老师，哇，你好，我说咧，我说这安尼，圣经讲人上爱意爱是家己的父亲人，甲家己的丈夫，这伫个雅歌内底足水会讲到这。哦，你是我的良人，你是我迄个，哦，你是我迄个沙漠的百合花，你是啥？我足水的话，这吼若有机会吼，得爱好好啊，得爱好啊读哎。所以咧，咱看到来，咱来看这个 KM 文内底诗篇16篇讲啥？论到地上善的百姓是极其好，是我深深欢喜的。你会使讲到，论到我的负人人，你是当然你是极其好。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咱人若无欢喜家己的妇人人，甲家己的丈夫，你的囡仔目睭金人上中，了解无？我一个去台北哦，惊一个，迄台北某咪面真水的国中，迄班上内底有3个囡仔，3、4个，因爸母拢是逐日冤家，啊，拢真气。真严苛，结果咧，迄3个人变做足好朋友，做伙拍电动，做伙食毒，啊，做伙咧卖读册，啊，足好的朋友。偌趣味的呢，迄伫国中内底吼，迄个爸母若离婚咧，单亲的哦，拢结做伙。啊，我就问讲，但问个少年讲，啊，你是咧较要毋做伙？伊讲伊含人迄婚姻好诶吼，伊感觉人拢看伊袂起，爱感觉吼伊真见笑，伊含人无比无拼。啊，阵含了所以哦，伫家庭内底气氛，就是讲你有真正为心中意爱无？你若无意爱，圣经讲啥呢？来，用别个神吼，迄个希伯来文无啦，圣经无啦，所以伫和合本内底用点点点啦，意思讲无啦。用别项来代替，迄耶和华嘛无。
意思讲，你若无义爱，你用拜铁、用怨切、用口舌来迄落，你的忧苦的会咧哪加天啦？起先是你互恁翁无义爱，互你的夫人无义爱，你心内足艰苦，足艰苦。讲我是安怎过来遮，逐日拢看水，安尼了解吼？无义爱的时候，你心内是忧苦的加天，到尾啊咧，到尾就是要相拼、相杀啊！到尾啊咧，喙着互相纠缠啦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圣经的讲法就讲，人阿某会相骂，会安尼相拍，会啥物暴力，其实心内是为心内来起，你无义爱啦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圣经内底讲爱义爱，第二项就接纳，接纳就讲，伊讲基督安怎接纳你，你要接纳嘛？上帝已经接纳伊，你爱接纳嘛？意思讲啥？讲接纳的意思是讲，人和人拢无共款。你和你家己吼，你就无法度和你家己做伙啊，对不对？定咧气家己，逆家己，我哪会安尼，对不对？定来讲你早知道，千金难买早知道嘛吼。定你家己和你家己都未拄好啊，免怎和另外一个人会拄好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圣经讲吼，人哦，得先接纳家己。我接纳我家己的身权，我接纳我家己的温顺，我接纳我家己的父母，我身躯内底有真多我无能改变的。你同意无？真正无法度改变的啦。像我读对间学校，你知无？我读迄学校毕业了，我去带对间学校呢。我做学生工作，我先带呆啦。呆就先，大家学生拢先问我你对毕业的，我讲放假。伊讲哈，我这第一志愿，你家叫第尾志愿来找我，因真正看我袂起呢，就拜托我，不要当接纳我。我就讲一句话，你敢知影阮学校真好嘅学校呢？我将来我嘛要去呆做老师，用下真诶哦！你要对一个学校做对一行医，我要呆医学院。你这好，想我要呆这样，我讲因为我尸体要教我呆啦。我就做代替老师啦，去互你台啦。这是我唯一进呆的方法啦。跟咱入去呆医学院，就听笑出来。我讲你莫笑阮啊，阮学校吼逢甲学院，我讲逢天下之蠢材啦，甲全国之学费啦。逢甲嘛吼，俺听起都多么笑。我逢甲学嘞，我学习我写学雕虫之小技。院我写袂出来，我一当我写一个院长廖英明题，我的院长在廖英明啊。俺听起笑到死，互相接纳，人甲人无法当接纳，真正。有人无当接纳你的父母啦，有人无法当接纳你外省啊，无当你接纳你本省的，无当你接纳你山地，对不对？3包对不对？你多我2包。一个是讲我是反共义士，我是义包，我是义包啦，我是大臣啊，我是义包，伊讲你义包，我3包，我给你2包。这要坐落了，另外一个就讲，你莫讲我是某咪党的真正3包，我包工程，包跋筊，佮包交警，我包工程，佮包查某囝，我真正3包。当要坐落的时候，看一个人踢你边仔讲。我给你2包，我包2来。所以人拢和人拢无当拜铁。圣经讲，翁某若互相无当拜铁吼，无当接纳吼，真艰苦。你带来也是免怎，你也接纳伊嘛，对不对？是毋是？台湾有一个歌足趣味的，对不对？嫁着啥物？嫁着千面翁，对不对？安怎？化妆卸妆卸面无彩工。我听过这句话无？对不对？嫁着臭脚翁，哇，半暝拢在鼻芳。意思讲，无多嫁着臭脚翁，对不对？嫁着读册翁，心头真轻松。意思讲，无多我拢接纳伊就对啦，接纳啦。若无当接纳伊无艰苦。接纳意思讲，阿某叫冤家啦，讲，迄无当接纳的。我讲你爱接纳你，你嘛爱接纳你的囡仔呢，是毋是咧？哇！你会生你惊心，袂生你惊心。我阿母安遮乖啊，生个囡仔安怎？真正拢和你无共款。你生一个感觉，我这囡仔阿妈遐无共款，生第二个佫无共款，拢爱接纳。好来，咱看第3项。第3项是讲尊重，哇！圣经讲的尊重哦，真趣味哦。来，咱看那个白话字圣经写好哦。来，白话字圣第3个部分讲，也妇人人着敬畏伊的丈夫。好来，这个彼得前书讲啥呢？尊敬伊是较软者的器具。意思讲啥意思？讲做丈夫的人吼，
你得爱尊敬你的负人人，因为伊较软只。意思讲，伊那珍贵，遮水的灰啊，会割来破伊啦。较软只嘛，你爱得保护咧，得尊重伊。伊软只啦，负人人为了讲好啊，摇把叉，对不对？为了讲好负人人甲安尼定变性个性发性地对不对？发性地讲袂听，全迄落。你有看一支电影无？一个电影叫做《窈窕淑女》。迄个《窈窕淑女》，迄个教授阮讲到迄个负责人，哎哟，伊毋爱嫁翁，伊讲我不爱娶某，我查某人安怎咯？毋是，伊比你较软只，伊的心情你爱顾调咧，安尼这叫做尊敬。毋是讲伊这个遮水，值得我尊敬，毋是啦。是伊较软只，所以我爱尊敬伊，哪得疼惜伊？这含咧，尊敬含咧无共。对查甫人讲啥？你查甫人真重民主，真正你得爱尊敬伊，莫伫正人面头前来洗面啊！这意思是安尼。伊若咧乒乓啊，啥嘛？你常常听就好啊啦，无必要在正人的头闹开。台湾人讲，阮互相闹开求进步，迄无当进步啦。真正真趣味哦。接纳伫发展的头前，你囡仔会当接纳伊。你上迄戴志颖的时阵，我不会拍啦，我不爱啦。大声落，因爸爸拢尊重伊。接纳伊，讲你要拍嘛无要紧。伊但因爸爸讲，我拍输迄个人啦，因为伊读小学12岁时拍高中组啦，高中组啦。13岁开始拍大专组啦，见拍。身悬140几公分，免拍袂。但是讲啊，伊讲我一直失败，你失败。阮老爸拢讲无要紧，平常心，失败真好，表示你有进步的空间。拢来讲啊，到尾人就问伊嘛，记者问讲，好，你一个人，你竞比赛，你敢会赢人咧？你162尔。伊讲大部分含伊比赛的人啊，哪个形容人拢加20公分。伊讲即马全世界。迄个前20名比较下，我日本人迄两个啊，迄两个就160、158，出来拢上少上少，韩国人拢加7公分至10公分。讲无要紧啊，老爸就是疼惜伊啊。讲我今仔会咧成就是啥？阮老爸保护我，所有地教我要应该要其他要做的代志，阮老爸拢替我做好啊，互我安心啊，专心练得好。这就是啥？你若是接纳人，伊较有法度发展啊。咱毋是啊，咱毋是拜托你，无好，你无好，你无路用，一直骂，会发展袂？拢无志气啊！当然吼，骂了有志气的人足少的，100一个尔啦。你都当是领导人，靠可能咧。我看平常心对待人，安尼，这个尊重嘛是了就是疼惜。疼惜第4项，讲恁得爱亲像疼惜家己。我为人足自私的。自私的，无当疼惜家己，用疼惜家己的方法来疼家己的负责人，这就真好。来第5项叫啥？来咱看叫做祝福，这真趣味哦。来看第5来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礼骂，莫用小礼啦，礼骂报礼骂，反倒转祝福。意思讲，对方若对你真歹，你来祝福；对方若来你骂，你嘛来祝福。伊讲，因为恁受到上帝警告咱，目的就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所以真正的福气是倒边来啦，倒边来。咱想讲，我若福气就啥呢？我娶好某，对不对？娶好某，对不对？还有得到车家财，对不对？还有得到车家内底个后厝有的人讲得到六柱登科呢？你捌听过无？我得到车主嘛，还有我有厝嘛，还有屋子嘛，是不是？还来个车嘛，还有车子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生后生，还有儿子嘛，对不对？了咧，佮栽培我去读大学，佮去读博士帽子嘛，是不是？第6项，因兜佮有大公司，佮我有一个位置嘛。咱台湾人这种的方法拢自私的，拢要人讹别人，真正祝福的是讲。我甲我的负责人，我的负责人讲我记着你，我要成做你的祝福。我娶你，我要成做你的祝福。安了解吼？
啊，我带我生囝，我要食做我的囝的祝福。啊，咱台湾的价值观都倒变，要得到车家财，也是要嫁一个好翁，对不对？细汉头晚仓，大汉嫁好翁。哇，即马嫁好翁的是啥呢？才食一世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嫁一个歹歹翁，啊，至少咧，佮人食一世人，拢是用安尼，无咧想讲人要做伙拍拼的。啊，圣经我讲啊，毋是，是啊，互相祝福，诚做伊的祝福。啊，咱生囝咧，讲养儿讲要防老啊，对不对？好一个朋友，有一个人讲，毋是哦，我是养老要防儿哦，我惊要到白我钱哦。拢有咧讲古德的啦，毋是啦。圣经讲哦，我诚做我的囝的祝福，啊，毋是咱是要公众耀祖啦，拢耀祖，公众耀祖，要互我有民主，会咱含人相批评，这拢毋对啦。安尼婚姻甲家庭，啊，所以价值观拢倒变来。后来咱再来看尾后一个叫啥？第六项讲啥？第六项安慰伊，安慰就是讲，你会当真做点点来听无，听伊的吐气，听伊的艰苦，啊，你当陪伴伊无，啊，了后你当真安慰伊，吼，毋是真正咱含伊真正有迄个同心合意的心，啊，毋是讲吼见讲话就日落去，啊，就塌落去，就日落底，吼，台湾人做爱人日落底。我有一个亲戚结婚偌趣味呢，住伫迄个华宏饭店，迄是差不多50年前。华宏饭店迄阵是足大吼，对不对？高雄乡村，啊，两个亲家哦，拢困伫咧华宏饭店，因两个囝甲新妇甲即个囝婿隔壁房，啊，你甲创啥？你知无？啊，叫鞋仔就下外口，两个新郎甲新娘，啊，这半暝啊开时。这大家大官就杀因囝鞋啊，我会打你头个咧咧，代志就对啦。啊了后咧，啊哇这边个别开啊，杀因仔，我会打你头你头个咧咧，大家拢要占管，拢要骗人啦。啊，较无爱想讲我，咱诚做伊的安慰，诚做疼惜。所以一个查甫人伫外口咧奋斗，伊倒来若得到因夫人人的安慰，啊一个夫人人若伫厝底。伫厝也是咧工课咧做诶时，得到因头家安慰，互相安慰，因为人是真孤单、真寂寞。啊，伫外口诶人，伫外口吼是无咧讲感情诶，对毋对？做代志敢若讲感情，无咧讲感情，拢用理性诶，拢总无脾气诶啦。啊，当来脾气要发啦，啊，所以互相咧。啊，我有一对翁仔某真趣味啊，因兜吼门口滴下一顶红帽啊，因为我当来滴着红帽就是你袂使惹我。我牵不起我女，我牵不出来。啊，伊某若滴了，伊就点点；啊，伊若滴了点点。啊，到后来阿某等下都手顶无啊。伊当这滴了，我手来我滴咧，你莫惹我，佮再来个滴。啊，到尾讲啊，算了，咱改两顶无啊好啊。啊，等我见得来我滴咧，啊，要先怎？啊，真正是啊，真正是积极是互相安慰啦。最后是专一，专无伫你。全部伫你第7，咱来看这个课文第7真趣味哦。我这个约伯讲，我甲我的目睭立约，我袂使注意看在生女，袂使查甫人因为目睭吼，会起这邪念，所以查甫人爱真注意家己的目睭。安尼，啊了第2项吼，第2个经节了，第9节到第10节讲得重水。我的心嘛，互妇人、妇女因游戏。也是我秘伫厝边的门咧等，就意思讲我伫遐咧定定咧去用心计较，想要人拐诱人的时阵，你得爱想讲，就愿我的妇人互人啥，互人下无是足，真正意思就是讲，互人中间呐，互人踮咧去欺负对吧？安了解吼，将心比心呐，对嘛？将心比心呐，啊！我识下一个姊妹哦，伊讲伊足艰苦心的，因为因翁有1年7个月，拢伫外口有查某。啊，就但因翁讲，你是怎会对我安尼呢？啊，设使我若有找一个小王免怎？伊讲你有小王，我现在拍死。啊，你咧？你咪叫我拍死你？我无爱来拍啦。安了解吼？人袂使相同的标准啊！啊，全部互相拢全部伫伊。好，咱3个来祈祷。
求主你帮助阮，求你的圣神赏赐阮开力。圣神是疼的圣神，求你自从上帝迄个无条件的疼、无条件的接纳、无条件的意爱阮、无条件对阮的疼惜，甲对阮的祝福，主啊，对阮的安慰，求主阮会当对圣神来得到开力，会当用安慰吞忍，互阮能成做一个好的丈夫，也是好的妇人人，也是好的爸母，对阮的细囝，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家庭，拢安尼来入约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